少，你要被玻璃心诬陷啊！来指使你去提名参加啊！现在参加补选，搞错嘛哦！哟，你迄玻璃心赢了嘛，又有名气，看嘛你老啥玻璃心补选七级安乱啊，费事啊，连按开金啊都蝕埋啊！对，人家那只师傅贵啊，都唔扛，你扛开喎，那只师傅贵哦。你見人成潘個案法，舊師傅嗰咋，喊咗話佢師傅喎。哦，按你提名，不能夠污到、衝到、毛面嗰咋係嘛？超乜嘢咯？你個師傅創休田法，你咩有創？有你啊老實，係咩師傅貴嚟？唉，我咩講你創休田法？我係講你啊，前年衝個波都算係啦，要作票要作詞。好多年都有 fans 啊嘛，我條嘢票嘅，咩啊老實？嗱，你出目的不難度，要按多錢錢，最少要1000票，還有啊，你表姐啊，你表妹啊，加啲顱骨啊，有啲契妹要取顱骨喎，按多錢錢，天促指示你嘅。冇教係啊老實，做照議員要2遍，一陣嘢都7、8千，嗱，要扣18千工錢嚟糾結。逢拍攝啊，要一次給他出錢啊，學堂啊、沙團啊，要一補款，一經濟收，要人家講，還要去喎，還要啊，照議人嘅茶要唔得就亂拍喎，俾人家引導啊，要送包子要中掉啊，都係做過先好啲，做過先全部先冇哦，做過先啲紀念上台唱歌有錢票，飲酒免費要有人請。食飯食飽啊，食到驚啊，妹仔刺痛點係攬啊，何樂而不為呢？坦而講來，要偷你喎。